年龄啊。来，睇下甜甜眼吼，一片过来，呀呢就人嘅荷包哦。哇，那条河巴水鲜鲜，河巴嘅山谷看到洞分明，哎，今还有动到五个老下工呢。河巴面红嘅景色，还像係一部发香哟，看起来真经讲到那唔得。呀，係一片最大條嘅荷包，維護一片嘅生態系統哦。那河巴水面起來洞邊，很鬆鬆哦。哎，实在很新鲜哦，要得五个做啲呀自由自在嘅游来游去，实在太中意鸦片。阿彤，你看，對面有一個水蟲呢，哎，错哦，呀东嗰东床嘅水虫呢？那水蟲真經很高很重，水對暗角嘅微手流下來，看起來真經懂生態。係啊，佢啊係一片最有名嘅水蟲哦，提供澎湃嘅水。昨天唔掉家看到嘅荷包，還有另外咧東江嘅鼻頭，嘅家就甜甜眼去看一下。好，來，好，生意條位哦，哈。那條樹真經動高，樹光未動粗呢。哎，系哦，哎呀，曙光燈果還有東道嘅流台誒。係啊，一條樹啊，經營上到當年啦，有當強嘅生命力哦。按好嘅環境嘅時候，睇自己好好嚟保護。我用嚟做啊，我哋未想愛參加保護大自然嘅行動。哦，像我哋嘅年紀啊，完全唔用化學清潔用品，係講真實愛用，我哋會選擇生物做啲分解嘅產品。然後加過來嘅時間，咪看到廣島嘅港片版。係啊，用再生能源提供規則燃氣天然嘅需求哦。哇，大衛都看得到延期嘅用心。係啊，像係從細就帶啲都市，地擺啊類啊安泰自然嘅地方哦，就只有親身機呢。也就係你行上癮嘅地方。真嘅。係啊，佢一下，你行緊等我看下哦，嚟一邊。